后来继续来看基泰建设，伫台北大直的工程有欠点，害附近的人家厝崩塌。这个代志也未煞咧，即摆佫传出是非。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接到基泰建设的前员工指控公司敛钱，讲公司邀请着员工参加海外投资，佮保证一定趁钱。但是到尾啊，剩一张的通知函，就逼员工把原本的投资转换为基泰台北大楼的股权，根本就无人知影这个股权有啥物权利。金管会讲，相关的单位已经在调查，若基泰建设暂时也无回应。基泰建设伫咧台北市大地新建工程乌白施工，互附近的厝拢塌落来，代志都还未解决好势，即摆佫互野了讲是嫌招公司员工去挖探要行钱，还盖着董事长陈世明的章，就莫名其妙的把这些违法吸金投资中国的这些钱债务转为是基泰中校股权，请问主委可以这样吗？我的了解，这件事情应该相关的司法检调单位有在处理中。民进党立委高嘉瑜潘庆庆爱金管会回一个交代，因为伊接到基泰员工陈情，基泰伫咧公司内部招员工做伙投资中国，嘛保证一定会趁钱，毋过尾啊毋若无趁，佮逼员工甲原本投资的转换做基泰台北大楼的股权，而且敢有一张通知单，骂基泰建设真互人凊心，金管会哪会甲因罚甲这么轻？单只罚一个50万的这种内控内基的制度，它这个问题一大堆，内控也出现很大问题，甚至董事长违法吸金，这么多的问题，你只罚50万，我觉得证交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是在放水。基泰有没有违法吸金啊？基泰小上争气，毋拿这一件，2022年总经理方成片就检方约谈，除了虚构董事长陈世平涉嫌对外讲会当投资境外不动产，强调保本嘛保证一定搁趁，晓行钱趁正息，含即摆情形是一模一样。偷来买去真相是啥？待等检调继续厘清。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